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Sunny。今日咧，2025年咧又過晒啦。咁咧，大家可以睇得到咧，喺我嘅呢一個2025年嘅最後一支影片 ，OK， 咁咧就係啦，經唔覺已經係做咗 YouTube 幾年啦。不過咧係我唔係 full time 喺呢一個 YouTube 度去經營嘅。咁咧就有時候咧去下旅遊咧。就拍下俾大家睇啦，咁就喺2025年最後一次嘅旅遊就係喺新加坡，喺最開心嘅事情就係遇到非常之期待嘅就係呢一個小波子 ，OK， 咁就喺新加坡度遇到喺 Harry Potter 嘅一個盛大嘅嗰個 event 入邊咧，就遇到佢啦。咁咧就喺咁多年嚟咧，就非常之想同大家分享嘅呢一個嘅吸引嘅 ，OK。如果大家有睇我嘅呢一個嘅之前嘅一啲影片咧，係上海嘅影片 ，OK， 你就知道啦。我嘅老婆咧就非常之中意去捉呢一啲咁嘅碎人嘅，咁咧去到邊度咧，其實基本上佢都係帶住呢一本書，就係呢一個嘅travel book， 就去揾一啲嘅碎人去捉啦，咁咧就捉咗翻嚟就做一個紀念啦 ，OK， 咁就喺呢一支影片裏邊咧，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做咗咁多年嘅 YouTube。OK， 可能有時候會冇上傳影片啦，可能有時候咧就會做一啲 short 啦，俾大家去介紹一啲嘅食物啦。同時間美食基本上都係有喺 YouTube shop 度可以睇得到嘅。咁咧非常之高興啦！咁我哋喺最尾2025年嘅最後嘅一次嘅旅遊就俾我哋遇到咗小波子，咁咧就非常之多謝啦。咁咧佢就同我哋合照啦。咁樣合照咗過後咧，就佢都有上佢嘅影片講遇到波友 ，OK， 就非常之感謝啦。感謝小波子同我哋合照 ，OK， 非常之開心。咁咧就正式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喺我咁多年嚟去旅遊嘅呢一個 travel book。係啦，我一直想去同大家分享嘅，但係只不過咧就冇咁嘅機會去同大家分享。咁今日咧就借助今日嘅呢一個影片 ，OK， 就同大家分享呢一個嘅開心啦，或者係又唔開心啦，都可以分享嘅。咁呢本書咧就記載咗我同我老婆一路以嚟去旅遊嘅呢一個嘅記錄 ，OK， 佢心裏全部所有嘢咧，基本上都係有記錄嘅，咁就一一同大家分享啦。咁我哋第一個 trip 就係喺2019年嘅1月2號啦，咁就2018年嘅11月30號。大家可以睇到咧，佢心裏全部有做晒功課啦，又寫晒所有嘅行程呢啲咁嘅標記啦。咁大家可以睇到，係啦，係非常之清楚嘅。咁接落嚟就係 day one 啦。Day 2啦 ，Day 3啦，去邊度啦？所有嘢 everything 係有晒所有嘅記錄，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噶啦。佢寫晒所有嘅記錄，跟住咧就係呢一啲嘅碎人啦。佢非常之中意呢一啲咁嘅碎人。呢啲碎人咧係基本上係去到嗰度，跟住揾一啲嘅當地嘅地方，跟住咧就去捉呢一啲咁嘅碎人。咁就接落嚟就係機票啦，其實基本上機票佢基本上都係有收嘅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係收得非常之靚，但係咧喺嗰個畫面其實基本上係冇咗嘅，呢個係呢啲紙嘅嗰啲字咧係冇晒嘅，大家可以睇到係冇晒嘅 ，OK， 咁不過都唔緊要，咁接落嚟咧就係我哋喺台灣啦。我哋去台灣旅遊嘅一啲相啦，佢都貼咗喺呢一本書度，係基本上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一個紀念嘅價值嚟嘅 ，OK， 值得收藏嘅一個嘢啦。咁就有好多嘅一啲嘅我同佢影嘅相啦，都貼咗喺呢一本書度。如果大家好似佢咁嘅話，基本上都可以做一啲咁嘅 record 去懷念一下。打個比喻，如果你有咗小朋友，咁就你可以同你嘅小朋友去分享呢一個嘅，咁同媽媽即係講同爸爸一齊去
一個咁好嘅一個回憶，旅遊回憶咯。OK， 佢就非常之鍾意去旅遊噶啦。咁就仲有繼續接落嚟嘅就係呢一個 Indonesia， 就喺19年嘅September，即係10月啦，係22號嘅到27號嘅巴黎。咁咧就呢一個就呢個行程就我覺得，如果大家有睇我嘅影片嘅話，就唔會話好緊迫嘅一個行程，係非常之 relax 嘅，但係又可以去晒所有當地嘅一啲嘅地方 ，OK， 咁就一樣啦。佢都係有寫所有嘅一啲嘅行程喺晒呢一本簿裏邊，跟住我哋就跟住呢一本簿去到編排你要去嘅邊度 ，OK， 咁就Day 1、Day 2呢個都係一樣啦。Day 1、Day 2去邊度 ，OK， 基本上佢就做晒所有任何嘅記錄，然之後機票啦，機票其實基本上佢都係有收嘅，但係大家應該係睇唔到啦，佢嘅字應該係冇晒噶啦，嗰個墨水係冇晒嘅。咁接落嚟就係我哋巴黎嘅一啲嘅照片啦，係啦，如果中意旅遊跟住又愛做一啲嘅記錄嘅話咧，基本上係非常之開心嘅一啲嘅回憶咯。我相信係大家可以睇到咧，佢每一張嘅一啲嘅去咗旅遊跟住翻嚟咧，佢都會有做一啲嘅記錄啦。OK， 咁就接落嚟就係24年嘅1月份啦。咁1月份去咗我哋嘅人生嘅第一個 honeymoon， 即係度蜜月啦。度蜜月點解佢會揀香港咧？因為佢想去香港好耐，但係佢諗到香港消費係非常之貴嘅。呢一個係無可否認嘅，係真係非常之你消費係有少少貴嘅。對於我哋馬來西亞人嚟講，去香港消費、去香港旅遊嘅話係真係有少少貴嘅。OK， 咁咧就一樣啦。佢又寫咗所有嘅行程喺呢一本簿裏邊 ，OK， 就跟住呢一本簿去做呢一個嘅record 啦。咁咧就食咗啲乜嘢，跟住咧就去咗咩地方。咁佢每一次咧都係有勾喺呢一啲地方，佢去過嘅地方 ，OK， 大家可以睇得到啦。咁就仲有嘅就係機票啦，機票其實基本上佢都係有收住喺呢一本書裏邊嘅，但係都係冇晒所有嘅字噶啦，大家可以睇到係冇晒所有嘅字啊 ，OK， 咁就接落嚟就係我哋去香港之餘，我哋仲有去咗呢一個嘅澳門嘅 trip，OK， 我哋去咗香港，跟住再去澳門 ，OK， 澳門就係去呢一啲咁嘅地方，基本上佢都係有寫晒所有嘅一啲嘅行程喺呢一本簿裏面啊，大致上係咁啦，咁就。我哋再夾接落嚟咧，就係呢一個 trip 係有少少辛苦嘅，但係咧，佢係唔願意去，但係佢願意陪我一齊去呢一個地方，就係 Indonesia 嘅，又係 Indonesia， 但係呢一個 Indonesia 係非常之特別嘅一個行程嚟嘅，就係 Surabaya。喺2024年嘅September， 即係11月9號啦。咁就去咗呢一個嘅 trip。如果大家有睇過我之前嘅一啲嘅影片，一個影片嘅話，係喺Surabaya嘅 Indonesia。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呢一個。如果當你去咗過後，你親眼睇到所有嗰度嘅一啲嘅風景，咁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。雖然好辛苦，但係你爬嗰個山嘅時候係非常之辛苦，但係我覺得係非常之值得嘅。OK， 就係咁啦。咁就機票，咁佢都有keep 到一啲嘅機票啦，喺呢一個位置機票，甚至全部佢有做晒所有嘅記錄，佢去過咩地方啊，甚至乎係我哋去香港嘅時候 ，OK， 都係有做一啲嘅記錄去 Disney 之類等等 ，OK， 咁接落嚟啦，我哋呢個 trip 係辛苦過後，跟住會有啲乜嘢嘅大改變咧？咁就喺2025年 ，OK， 我哋去咗上海。如果大家有睇過我影片嘅話咧，就知道我老婆係有一個夢想，就係去晒所有嘅迪士尼樂園。呢一個係非常之重要啊！我愛即係話盡我老公嘅責任去完成咗佢
嘅夢想。OK， 咁我哋就經已決定咗去咗2次嘅呢一個迪士尼樂園，第一次就係香港，第二次就係上海。我喺影片嗰度有提及過啦。如果大家有咁嘅一啲嘅夢想嘅話，趁年輕嘅話就可以去做啦。咁就去咗上海。咁呢個咧就係我哋喺上海嘅迪士尼樂園啦。咁佢都係有寫低所有嘅一啲嘅行程啦。跟住呢一啲咧就係佢哋嘅嗰啲卡啦。咁佢都係有收到嘅，有收住嘅。咁咧就非常之開心嘅呢個上海嘅。如果大家有睇過我上海嘅影片，基本上上海嘅影片嘅迪士尼樂園咧係未播出嚟嘅，係我仲未剪接，因為我唔係 full time 喺呢一個 YouTube 嗰度 ，OK， 我係喺即係話我得閒我又剪接，我又 po 上去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影片嘅話，記得真係真心地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 ，OK。咁咧就上海啦，上海嘅機票咧基本上佢都係有收到嘅，有收住嘅，但係呢個咧係冇幾耐嘅啫。咁佢仲有呢一啲嘅呢啲嘅字跡啦，仲喺度啊 ，OK。遲啲我覺得佢都係好似前面嗰幾面咁，都係冇噶啦。咁呢一個咧就係佢非常之中意嘅一啲嘅印章 ，OK。佢 chop 晒所有喺呢一個嘅郵政局，一個非常之出名喺上海嘅郵政局，咁佢就 chop 晒所有。咁呢一個啦，呢一面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啊。咁就接落嚟就係呢一面啦，大家都可以睇到啦，係非常之靚啊。係啦，如果大家有興趣有睇過我之前上一擺嘅影片嘅話，就可以睇到啦。但係呢一個咧，我而家影俾大家睇嘅咧就係非常之清晰噶啦，就係呢一本書 ，OK。咁樣佢就出咗所有嘅呢啲咁嘅印章 ，OK。就俾大家睇呢啲嘅印章，係非常之靚。講真嘅，呢啲印章係對我哋嚟講係非常之靚 ，OK。呢啲印章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啦 ，OK， 係真係好靚嘅，可以值得去收藏嘅。咁咧，接落嚟就係我哋喺上海嘅一啲嘅票門啦，我哋有坐呢一個嘅高鐵 ，OK， 佢都有keep 低喺呢一本書裏邊，跟住咧就寫晒所有嘅行程喺呢一度啦。呢啲就係買票嘅一啲嘅單據 ，OK。咁樣佢都係有收啦，但係都基本上都冇咩睇得到呢一個嘅字跡㗎啦 ，OK。上海，咁就接落嚟啦，我哋就2025年嘅12月18號，咁咧我哋咧就過咗去呢一個嘅新加坡，係最尾一年嘅最後一次嘅旅遊啦。咁就新加坡，咁佢基本上我哋係去4日3夜嘅，4日3夜咁基本上都係唔使點樣寫去嘅行程啊。咁大致上係俾大家睇一睇啦，佢都係有寫啦，有寫晒所有行程啦。咁就機票啦，機票咧就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都係有 keep 到所有嘅機票啦，喺晒呢一本書裏邊嘅，咁就非常之高興啦。OK， 咁就新加坡影片咧，我覺得係我盡快會剪出嚟俾大家去觀賞嘅。咁而家暫時仲未有時間，因為我有自己嘅工作啦，有自己嘅我唔係 full time 喺 YouTube 呢度嘅。如果大家真係中意我嘅影片嘅話，記得俾翻個 like， 跟住咧就訂閱埋我個頻道啦，咁就可以留守啦。咁呢啲 chop 咧喺新加坡嘅啲 chop， 其實基本上佢都係有收到嘅。佢特登帶呢本書去，跟住收呢一啲咁嘅印章噶啦。OK， 呢啲印章其實基本上都非常之靚啦，喺新加坡啦，非常之靚啦，新加坡。OK， 咁就仲有嘅就係好多呢啲咁樣嘅印章咧，遲啲會最後我會講嘅就係會上咗上海嘅影片，上晒咗過後，跟住就會馬上上呢一個嘅呢一個新加坡之旅。OK， 喺新加坡之旅係最開心嘅事情就係佢遇到小波子，因為之前佢一路嚟喺我未同佢結婚嘅時候咧，都已經係睇緊小波子嘅影片啦。咁就我遇到小波子係非常之高興嘅一件事情啦。咁就同佢一齊去咗呢個 Harry Potter， 佢都有參與咗呢個 Harry Potter。咁咧就買咗呢一個嘅Harry Potter 棍翻嚟。係啦，我基本上我同小波子係一樣嘅。咁咧就非常之中意啦。我第一擺睇
睇佢嘅戲嘅時候咧，就有一種感覺就係非常之中意呢套戲。OK， 咁咧今日係啦，我等到而家我先正做開箱呢一個嘅盲盒棍。OK， 佢哋個魔法棍就係呢一把魔法棍啦。OK， 佢入邊有大概係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支嘅唔同嘅，我睇下開到啲乜嘢啦。OK， 佢有9支唔同嘅呢一啲嘅棍啦。So 我哋而家就正式開箱俾大家睇一睇。佢呢一個咧，到底入邊係有啲乜嘢？係啊，我係等到而家我先開箱。OK， 好，我哋開箱，你睇一睇入邊有啲咩先。好，佢嘅盒就係咁啦，大家可以睇到啦，佢嘅盒就係咁。跟住咧，好，我哋開嚟望望先，到底係啲咩？我俾大家估下，佢入邊係啲咩？係邊一支？哇！我哋開估睇下，大家睇到冇？叮叮，係呢一支棍啊，各位，非常之精緻，非常之靚啊！跟住入邊咧，佢係有一個呢一個嘅盒嚟去 hold 住嗰支棍嘅。OK， 我哋睇咗呢一支棍先。哇！呢一支棍都幾唔錯，好靚嚇。係啦，嗰支棍就係咁啦，我哋就去咗呢一個新加坡嘅哈利波特，仲遇到小波子。OK， 咁呢一個咧，頭先我俾大家睇嘅呢一個咧，就係佢，我哋拆出嚟睇下先啊，應該就係佢係咁嘅，佢係企住，跟住咧就可以喺度擺住嘅一個座插咁樣嘅嘢啦，係啦，係非常之靚啦。呢支棍黑色嘅 ，OK， 佢呢度仲有寫住一個嘅 TMN Alliance WBEI，OK， 就有呢個字嘅，大家可以睇到咧係有呢一個字嘅 ，OK， 好，咁咧就呢一個係啲咩咧？好，呢一個咧。就係佢嘅呢一個底部安裝咗上去，跟住咧你就再插呢一支嘢落去，佢係咁樣嘅。我哋睇到清楚啦。OK， 呢一支嘢大概係39蚊星幣，39蚊星幣。大家睇到啦，39蚊星幣係啦。其實基本上買一個自己中意嘅嘢，我覺得係好開心嘅 ，OK 就係咁啦。好，今日嘅影片咧就差唔多啦。接落嚟咧，喺2026年有啲咩打算咧？2026年係一個非常之充實嘅2025年係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之充實嘅一年嚟嘅。咁2026年咧，我會盡量抽多啲時間去呢一個嘅 YouTube 入邊 ，OK， 咁就同大家去分享一啲嘅，可能我會拍一啲嘅日常影片，我做啲咩工，大家應該都唔知我做啲咩 ，OK， 我做嘅工作啦，我做嘅工作性質係啲咩啦，咁我就會拍低，如果可以拍嘅話就拍低俾大家睇 ，OK， 咁就盡快可以出到所有嘅影片，咁咧我就喺唔識得剪接，唔識得玩 YouTube。變咗識得去剪接，學剪接，跟住就上 YouTube， 跟住咧就對住鏡頭講嘢係一個非常之恐懼嘅一樣嘢嚟嘅 ，OK， 咁就希望大家中意我一路嚟嘅呢啲嘅影片啦。咁咧我就唔多講啦，咁就希望大家訂閱我嘅頻道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，跟住咧如果中意我影片嘅話，記得點個 like， 有咩想同我講嘅話，可以喺下邊留言，我哋下一條影片見，拜啦。